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贪污，一审判7年4个月，替代公权4年，市长也随停职。外界关注高虹安这阵敢通继续领一半的薪水，对此内政部决定停职期间无要发半薪。由具有行政监督权的上级机关审酌当事人的实情是不是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或者他这个涉及违法失职的程度，来裁量是否给予半薪。那考量高虹安市长系涉贪污治罪条例的案件，为了贯彻政府扫除贪污、建立连任政府的决心，因此内政部决定停职期间不给予半封。高虹安互人停职了后，是由副市长曲成远做代理市长。一审宣判了后，曲成远今仔日是第一摆出面，伊对高虹安的案件表达尊重，也支持伊继续上诉。伊也讲，市府团队会继续兑现高虹安的政见。